不得了啊！位於香港北部都會區上水嘅系列，一個喺上水地鐵站旁邊步行只需要1至2首歌嘅時間，一個站咧就可以直達翻呢個羅湖落馬洲口岸，貫通全國都不特止啊！一個1046席嘅3房單位，竟然開咗一個咁大嘅客飯廳之餘咧，仲可以望到個咁靚嘅高爾夫球場景觀喎！我哋仲有一條東鐵線咧，就可以貫穿晒呢個全球排名第36名嘅香港中文大學、城市浸會同埋理工大學，有冇令你心動咧？今日 Kenny 即刻同你去睇睇。機會來了。熒幕前嘅咁多位大家好啊！我係香港土生土長你嘅地產好朋友 Kenny 啊！我哋整個客飯廳當中咧就採用咗個日字直廳嘅設計啦。最大嘅好處咧，無論係你食飯又好啦，睇住電視都好啦，都欣賞住呢個咁靚嘅良辰美景啊！整個飯廳空間擺個12人大餐桌絕對冇問題，大家可以感受下我哋呢邊嘅客廳空間啊！呢一個牆身咧，即係個100寸電視絕對冇問題啦。再加埋呢一邊咧，如果俾 Kenny 去處理嘅話咧，4人嘅貴妃椅絕對冇問題啊！最重點係我哋露台部分啦，我哋露台闊度咧同我哋客廳係一模一樣噶，所以咧整個室外咁靚嘅 City 靚景，再加高爾夫球場景觀咧，拉入室內咧呢個景觀簡直係神也動容啊！而且細心嘅你可能會留意到啦，我哋呢個圖則嘅設計咧就創咗呢個舊式豪宅嘅設計嘅啞鈴式嘅。何謂啞鈴式咧？就係我哋一入門口，右手邊咧就係主人同埋佢家庭成員用嘅地方啦，左手邊咧就係廚房同埋工人用嘅地方嘅。咁我哋入去呢個廚房望望先。入到嚟整體嘅設計空間咧得個好英式嘅一個設計啦。我哋創咗個深色嘅水泥灰，再加個雲石並合埋一齊咧，相當地高貴啊！而且我哋入邊所用嘅電器品牌全部都是最頂級嘅品牌之一嚟嘅。Miele 嘅抽油煙機啦、3爐頭、微波爐、3支機、紅酒櫃啦，再加雪櫃，全部一應俱全，而且台面空間特別多，非常實用啊！優秀。買得我哋北部都會區嘅超級豪宅當中嘅老闆們咧，通常都會有自己嘅名車噶啦。但係相信你住得一家4、5口或者5、6口，你嘅工人姐姐或者你嘅家庭成員，梗有啲人唔中意揸車噶嘛，或者冇車揸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哋項目已經有自己嘅 shuttle bus 可以去翻呢個上水站噶啦。尤其是去到呢天秋氣爽嘅時間咧，其實漫步過去咧，都1至2首歌嘅時間咧，亦都係相當地方便噶。而且喺我哋地鐵站旁邊咧，就係一個上水廣場啦，接近咧有成100萬平方尺噶。所以你屋企入邊嘅小朋友啦，又或者屋企嘅女神日常 shopping 咧，絕對冇難度啊！而我哋恒基咧創咗呢個短走廊嘅設計，已經做咗5個部分，3個睡房同埋2個浴室噶啦。睇下個靚靚浴室先啊！入到嚟咧，簡直係好似入咗個超高級5星酒店咁樣啊！入邊用嘅色調格調亦都相當地靚，又不失實用喎。我哋創咗呢個雙面嘅大鏡櫃啦，儲物量空間亦都相當地充足啊！所以整個感覺咧，望落去美觀又實用啊！2間嘅細房空間啦，都係睇翻我哋呢個高爾夫球場嘅景觀嘅。入到嚟咧，一啲都唔使啊！呢度做翻張5隻床，做翻大衣櫃，完全冇問題啦！而且佢全部裝翻呢個落地玻璃窗咧，相當唔錯啊！最後嚟到我哋主角嘅部分，當然係你嘅主人房啦。先睇咗你個浴室先。嗱，浴室方面。